国际新闻来关心，俄罗斯和北韩即马拢讲要动用核武，拢用这款话来讲威胁。即马联合国的秘书长就18时，伊是引用奥斯卡得奖的电影《奥本海默》来警告全世界，讲咱目前是拄着几60年来上界严重核战的风险。而且即马美国和日本嘛有提出决议，任何国家拢袂使伫外太空部署核武。得到第9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等这项奖项的电影《奥本海默》，是在讲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伫参加研制原子弹的过程。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8日安理会因这部电影呼吁各国裁军，而且警告讲，人类是无法度伫奥本海默的第2集内面活落去的。Nuclear weapons are the most destructive weapons ever invented, capable of eliminating all life on Earth. There is one path, and one path only, that will vanquish this senseless and suicidal shadow once and for all. We need disarmament now. 美国和日本18嘛向安理会提出决议，敦促所有国家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各国有义务完全遵守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但在宣布这项决议进前，2月北京就已经证实罗西亚已经有反卫星武器的能力，只是还未正式使用尔。Russia's nuclear threats, let alone any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re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Russia and China have remained unwilling to engage in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around arms control or risk reduction. What's more, both countries have defended and even enabled dangerous proliferators. 另外一方面，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领导人金正恩伫18是亲身指导西部地区的炮兵部队，进行下定会当砍规的朝鲜半岛的超大型飞弹射击训练。日本共同社16是指出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差不多50粒北韩的弹道飞弹，和罗西亚用来攻击乌克兰，造成24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乌克兰检察总长办公室战争罪部门的负责人别洛索夫讲，分析在战场找到的北韩飞弹的残骸，发现这种罗西亚在使用是北韩制造的飞弹，品质会使讲是真低，精准度嘛干那20%尔。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